那讲到汽机车的燃料税是当年的7月拢爱纳，不过台东县到打煞阁有3成的车主无交，原讲是因为无收到税单，网讲有收到纳税简讯，佮掠准是诈骗。这监理参是表示，这个月开始会佮寄简讯、佮寄批通知，都要赶紧去纳税，才袂去互罚钱。燃料费你交啊未？无交的车主，这个月会收到监理站的催缴简讯。按个车主讲无收到缴费的通知单，却收到催缴的简讯，想讲是诈骗。看起来很像是那种诈骗的简讯，所以就是去问家人，结果发现家人都没有收到那种书面通知，然后我们就上去那个监理站的网站查询之后，才发现说31号之前就要缴那个缴费。台东监理站表示，台东县是高雄区监理所管辖的，每年5月开始会统一制作并寄燃料费的缴费单，也是电子缴费单给车主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台东县列管的76000多台汽车，加127000多台机车，也有3成左右的车主，像林小姐同款，超过期限还未缴费。青壮年大概都会到西部去工作，那家里面大概都是一些长辈啊，那长辈可能收到缴费通知单，那也不知道怎么处理，那也有可能是民众有变更住居所，那没有到我们监理单位来申请变更。监理站提醒还未交燃料费的车主，这个月会利用政府的111简讯平台发催缴简讯，卖个寄催缴批件。车主若是搁唔交，会依照公路法逐个月罚钱，超过4个月就会移送行政执行署强制执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